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各位兄弟平安，礼拜就要开始，请咱用悲悯的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为着维持咱礼拜的品质，请咱将咱的手机关起来，还是切做震动模式。谢谢。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我明白。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感谢主，互咱有今仔日礼拜日的时间，咱会当来到伫上帝圣殿，咱要来敬拜伊，阿门。哈利路亚！这是一个真美好，佫是上帝恩典的日子。无需要请咱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宣告来讲，耶和华的名要存留到永远。来，咱做伙来讲，耶和华的名要存留到永远。来。耶和华的名要存留到永远，咱阿门吗？阿门，阿门。耶和华上帝的名是要存留到万代，因为安尼，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徛伫遮，咱徛伫遮，咱就是要来敬拜咱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咱的心，不管有啥物款的逼迫，有啥物款的艰苦，拢总甲伊放下，莫甲伊想独来想咱的耶和华上帝。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无事即时邀请咱的手，咱举起，咱来欢迎圣神来清气、来洁净、来医治咱的心，互咱所有的内面拢完全得到上帝的馈咱。咱做伙同心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靠无你；圣神，我靠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一点仔久的时间，咱来到圣神讲话来祈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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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咱伫主的内面，咱安静，只有安静来到伫主面前的，咱的祈祷，咱的敬拜，就大充满快乐。哈利路亚。主，你对阮讲，阮是你所疼的百姓，你看见阮敬畏你的心，你看见阮较无你的心。主，你讲你就欢喜，你要将迄个属天的医治的快乐临到伫阮在座这兄弟姊妹。主，你讲你要引带，要摇动遐个，要要来到伫教会。主啊，你要互因的心来归向你，因为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哈利路亚！
这个时咱要用使徒圣经，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你来甲隔壁，你来甲伊讲，俄勒上帝就为你开门，来，俄勒，哈利路亚，阿门。上帝应邀就一只，阿门。阿门再听人讲一摆来对上帝讲，主爱充满我的心，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我。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
是咱的拯救，咱的心都无惊吓，阿妹吗？阿妹来做伙来迎这首诗歌，是咱的牧者，伊带咱每一天的脚步。阿门。求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我靠你扶持，带到草木互我饮食，陪伴有了来无比。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收回我归属你。求主耶稣。伊是看伫咱所有的恶路的上帝。请大家会使搁较侪拍开咱的心，来唱诗歌来，互咱的上帝会听，因为伊欢喜咱的恶路。我的我的软弱。
有的烦恼献互咱的上帝，伊会保护咱。我是要来伊。会让你刻掉伫你心中，我的名用，心刻伫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在你心里，拢是因为你给了我心温暖。呼吸，我的波涛乱流，你拢宽容，一直无放下我，因你主爱，无为个负起，我学努力，无归奇妙的听。只有你肯定所有的恶路，一切珍贵你要，主你的心愿是无给希望，你是我尊重的主。只有你肯定所有的恶路，请大家会使举起咱的双手来学乐伊。最珍贵一样，主你的心愿是无给希望，你是我尊重的主。耶稣。感谢天父，互咱伫人生的内面，咱会当有耶稣基督成做咱救命的恩人，阿门吗？因为救主，所以互咱伫每一天，伫咱的人生的生命内面，总是有上帝的手在甲咱牵调。所以毋但咱摔倒，也是伫困境内面，上帝拢成做咱上大的帮助。咱这个时，咱要来为着咱的牧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咱牧区。你所纪念的，什么人的身躯有怎样？什么人的家庭有拄到什么款的事？这个是咱要用着上帝，互咱是基督徒的官兵，咱的祈祷是大有困难的，因为咱求是要得到，咱毋是为着家己求哪点，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求，阿门吗？这是来咱举起咱的只手，用上帝互咱的祈祷的官兵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健康平安喜乐，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俄罗斯，哈利路亚，你的快乐是我的重担，主啊，我感谢你，你上帝的眷顾，互我伫你的内面加越加越，主啊，我伫你的内面，上帝你是我的眼睛，你的快乐将有我，我是将有我所有的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这是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阮大声要提名，为着阮的方言张老娘来祈祷。主啊，你的灵甲伊同在。主，伫伊生命上危急的时阵，主你将伊救活倒转来。主，阮要你来献上感谢，继续主你来带领，互伊伫医疗的过程有上帝你的快乐。主，阮嘛为着永伟小组的家亲姊妹来祈祷。主啊，感谢你，虽然伊的鼻仔骨断去，总是你安排一个好的医生会当为着伊来做真好的处理治疗。主，阮嘛要为着阮的内倾所内倾手术。主，你真正实在是想事有极大勇气。互伊会当忍耐伊身躯的痛痛，才会化疗。主，伊有缘在学乐你。主啊，阮也为着用长落来祈祷，求上帝你的灵甲伊同在，互伊虽然伫厝里无方便行路，总是主啊，伊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伊总是纪念主你互伊的恩典。主，阮嘛为着阮的信志长老来祈祷。
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阮若看见伊来到伫教会，阮就看见耶稣基督你活活的见证，因为伫伊的心内面充满喜乐，所有遮的癌细胞完全拢离开。因为主啊，阮相信就得到，阮讲就要吃。阮所有遮兄弟姊妹，因的平安拢伫你的手。主，阮特别为着德隆乡的查某囝伫日本，主啊，这个素英姊妹，主虽然阮毋捌伊，总是阮知伊是上帝你的查某囝。当阮为着伊祈祷的时，你就要来听。主啊，求你来医治伊，互伊身躯遮的病痛，拢完全会当得到医好。因为上帝，毋管是住伫倒位，阮的祈求你就是听。阮的祈求你就收束开来，主啊，阮嘛为着朴伟兄，主啊，阮的黄博伟兄弟，主求你来继续帮助伊，互伊搁再伫跋倒了后的复原，有上帝你的快乐甲伊同在。主，阮感谢俄罗你，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既然是身躯还搁有病痛，主阮奉你的名，主你一直来医治因，互因归往伫主你的内面，互因的全家拢会当属伫耶稣基督的家里。感谢俄罗主。因为你听阮求，阮就大有信心。阿门。这回来举起咱的手来，哈利路亚。主你的时间是无价之宝。伫咱心内面，你是毋是得到迄个完全的平安？你安尼深深呼吸一下，甲伊吐气出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这就是要互咱休困的所在。当咱饿了了啊，才重担拢总放下，咱才身躯的病痛，咱所烦恼的，拢已经交伫主遐，圣神甲咱接起来。伊就看顾咱，阿门吗？哈利路亚！甲隔壁来讲，你甲伊讲，你的心大有喜乐甲平安。你的心大有喜乐甲平安。哈利路亚，兄弟，请坐，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加拉太书第5章17节到18节。咱做伙来共读，请，因为人本性的欲望对抗圣性，圣性对抗人的本性，这两个互相敌对，直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恁若互圣性引带，就袂受律法控制。圣经共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每一日上大的帮助。
哦，咱做伙过来读一解，来请。因为人的本性的欲望对抗性情，性情对抗人的本性，这两个互相敌对，直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恁若互性情引带，就袂受律法控制。好，咱的圣经讲堂到遮，即是免请本堂的周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论基督徒的自由》第2篇完全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一只敬拜。我相信咱的心较无上帝，是因为圣神美妙的引带伫咱中间，也咱透过吟诗，透过祈祷，拢在表达咱拢是属于伊的。阿门。并且咱嘛因为属于伊，所以凡事拢伫伊的手中，一定有美妙的安排。阿门。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的举起咱的正手吼。有吗？先放下一下哈。有吗？ OK， 好，来，举起咱的正手来，预备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这就是同工，你看，对吧？吼，真好哈。这就是同工，有看见需要就补起来补满这就是咱教会受到上帝祝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遐是姊妹，咱知影咱教会300-400个人有真济的代志，但是真突然就来发生牧者无法度及时到的时阵咱的同工拢及时去做补满的工作及时来做一个帮衬者。我想这是上帝所欢喜的。阿门。 所以，咱的教会是真正是充满疼的教会，阿门。充满有灵性的教会，阿门。咱甲隔壁讲，咱的教会足有疼心的来。是，咱感谢咱的主，互咱的教会充满基督的疼伫咱的中间。这个时阵，咱要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完全的人基督徒的自由内面。 马丁路德有特别来谈到吼，请咱会记得前礼拜牧师甲咱分享的无？我大概搁顺一下哦吼。咱看对上下骹法兰克福对无？这是德国的地图莱茵河开始有无？这有搁较清楚有无？吼，过来就是科隆大教堂这就是阮去的所在吼。第3天到遐吼，去到圣保罗大教堂。 明斯特，迄个是足特别德国的一个明斯特的背叛然后30年了，伫遐订一个和平的条约因为迄个和平的条约嘛帮助欧洲过去80年来的战争伫迄搭遐来得到解决吼所以阮去到伫遐嘛感觉迄是一个历史的点圣保罗大礼拜堂就是伫签约的迄个所在吼。 然后，阮就搁去到伫汉堡有无？去到伫汉堡，我前礼拜互咱看圣尼古拉斯教堂有无？这个是互火烧掉，总是外壳搁存在，这拢是历史的代志吼。然后有看到甲咱的还是姊妹吼，做伙伫迄搭遐分享嘛，甲因鼓励吼这是阮一抓路行过来，后来咱第5天去到伫柏林有无？柏林大教堂足水的，然后有去到柏林的围墙，搁过来就到圣母教堂，这是德累斯顿吼，德累斯顿迄搭遐开始有路德马丁的这个卡业，当然迄个圣母教堂主要是有一个。路德马丁的雕像伫头前，这就是我过来前礼拜介绍到遮哦，搁过来咱
要来看吼，佮看一点啊，前礼拜吼来永和吼，带咱来去看一下好无？来看一下即个风景一下，这是牧师翕的吼。阮坐船的时阵，你看边仔是足水的，拢足水的古城吼，城堡啦，啊是这个厝，拢足水的吼。感觉这是真正是值得咱去遐参观，去遐佚佗的一个所在吼。阮坐船坐一步吼，一步的船吼，感觉这是上帝创造的，甲咱台湾完全无共款的风景，无共款的地域，总是透过这因的历史，拢在甲咱讲上帝奇妙的作为，伫因的国家内面。伊原伫咱的国家吼，迄个一点一点安尼走，迄就是因为迄天落雨，伫落雨啦吼，所以就安尼伫走吼，佮看一点吼，即个嘛是真水的一个另外一边的景致吼。来永和吼，咱捌听过嘛吼，对无？吼，咱拢有读过吼，毋捌看过吼，咱看。真济的古堡真济教堂拢伫迄个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参观着吼。这就是科隆大教堂，前礼拜互咱看吼，话无看着不要紧，佮看一摆吼。建立偌济，632年才起好吼，哇，这实在是真有历史的一个教会这嘛是整个德国的游览上界济的点吼，一年有600万以上的人去吼，这就是伫迄个礼拜堂内面阮有去参观迄在遐，佫有人在礼拜呢吼，所以阮着爱做安静袂当吵着人吼。到伫汉堡的时阵才会当看到第2张图即个顶后壁有即个波浪形的，迄个是易北河的顶面的吼，即条河叫做易北河的爱乐厅这是。当地足出名，汉堡上出名的一个景点。暗时伊会变彩色的一个建筑物吼，足水。当然，阮无伫暗时伫遐吼，这就是咱的总汉甲印尼塔，咱伫迄搭遐甲因分享上帝嘛帮助因互因有即款的伫迄搭遐有甲咱演讲有一个结连吼。这是到伫柏林的所在。我所讲的上界。重要的这幅图就是上帝之吻啦，吼，这就是社会主义的2个首领前礼拜嘛有讲着吼，因透过因的风俗习惯在表达讲因是和解因是和好的吼，互相帮助的。好，这就是倒手咱看倒手边就是东柏林，正手边就是西柏林吼，这条河隔条的吼，我是讲这条河遐底。遐尼近是毋是大家拢真容易走过来吼？其实佫有柏林围墙伫东边的即搭遮，佫有一点距离吼。所以咱会当了解，你看无共款的所在的发展迄个情形就无共款吼。好，这就是到伫罗德马丁的即个圣母大教堂的头前即个德勒斯登佫互咱。回想一下吼，虽然咱无去毋过总是透过这个图嘛会当互咱看。这条河就是易北河，咱看真济宫殿无就是大礼拜堂吼，拢是伫即个附近会当来看见，真水吼。这个就是高等法院倒手边即个倒手边正手边是高等法院，倒手边遐就是因的博物馆。其实因做者博物馆的吼，这拢是上帝创造的，阮伫迄搭遐会当来看吼。即间知温阁堡，这嘛真特别吼，这个是这个贵族在住的所在，咱嘛看见因是足水的吼，足水的吼，所以我调工翕即张就是潘牧师嘛戴上冠冕对无吼，好无吼。来，我甲你翕一张较特别的吼，就甲迄个冠冕甲戴上去吼。你知影，我甲潘牧师，阮2个上爱冠冕荣耀的冠冕对无吼？阮2个人的名吼。好，佫过来，今仔日要甲咱来介绍的，就是对德累斯顿开始吼，
阮有去到伫即个托尔高即个所在，托尔高的所在，阮重点就是去看马丁路德的太太吼，的住的所在吼，凯特波拉伊住的所在吼。啊，其实是一个真平凡的一个厝，总是因为伊伫迄搭遐成长，啊嘛带出一个真有影响咱的一个服饰吼。啊，然后阮就搁去到伫迄个路德城，叫做维滕贝格吼。啊，维滕贝格其实就是叫做威丁堡啦，吼，就是威丁堡。啊，威丁堡就是马丁路德伫威丁堡的大礼拜堂迄搭遐，将95条的即个论说搭伫大门的顶面。等下牧师嘛会用图片互咱看，吼。迄搭遐是足重要。搁有路德伊所住的所在，原来是一个修道院，后来伊阵住伫遐吼，因为有一个贵族的人将迄个所在阵送伊，伊就住伫遐。咱等下嘛会当看到一个真阔的一个所在。好，即搭遮就是凯蒂波拉的厝吼，的外口啦吼，阮伫遐翕一张相。其实内面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吼。就是马丁路德伊的太太所住的一个所在，吼。好，过来阮就来到维滕贝格吼，这就是威丁堡吼。威登堡这就是路德之家，就是路德伊所住的一个所在。这是伊的外围吼，伫外围然后阮就入去到伫内面你看内面吼这个就是内面伊这个所在，即摆已经嘛成做博物馆吼因为当时路德马丁伊生6个囡仔吼，搁养4个，搁有伊的厝真大，所以伊阵开放，互学生来遮住来遮住。所以你就知影因太太一日煮饭爱互100外个人食，吼足用心，伊的太太来帮衬伊鼓励伊伫伊即个失志的时阵，诚做伊上介好的帮衬者吼。伫即个马丁路德的厝有即个像吼，即个像就是伊的太太的一个雕像。有个人就讲，这是一个门，伊对遐出来去，就是讲对旧教到新教的一个描写啦吼。对，这无论安怎，话是讲伊本来是修女伊出来了，诚做路德马丁的太太，因两个拢翻属就伫即个宗教改革内面，上帝互因有即个气力来做所以这嘛是一个在有表即个情形啦吼。好，当然阮阁有较重要，就去到伫即个所在的一个圣玛利亚的教堂。这是路德第一届用德语讲道这是历史上对天主教来讲，迄是破戒的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因本来就是爱用拉丁语来读圣经来讲道，你听有听无一回事，当地的人德国人拉丁语较会听有，毋过后来路德马丁感觉讲，上帝话语是要互普遍的人听的，毋是干那要互这宗教人士会晓，甲迄个上帝话的权柄放伫牧师传道神父的手中，安尼是毋对的。所以伊就第一次就伫圣玛利亚的教堂伫即搭遮用德语来讲道这就是当入去的时阵，即个教堂的情形每一间教堂拢足水的然后即间是威登堡大教堂，嘛叫做宗教改革的纪念的教堂。这是外围咱看迄个尖塔，迄个尖塔拢总悬有88公尺遐悬真水。然后伫即个大门有无？伫倒手边即个图会见迄个门就是路德马丁甲95条的论说搭伫迄个所在即摆当然是用即个铜的迄个来刻起来即摆嘛是搁放伫迄搭遐互咱来了解讲，当时路德马丁其实伊的目的，毋是要讲要改变即个
天主教，毋是啦，毋是要甲天主教变个倒，毋是啦。因是过去因就是有即款的方式，就是学家嘛，学者嘛，伊有伊家己的论述，伊会当来搭起来，讲来大家做来辩论，所以罗德马丁当时的即个心智是安尼，是我对天主教遮对圣经内面，对我家己的经验到即马，我有摕出95条，咱大家做伙来论看卖咧。原来是安尼总是咱看见，迄个时阵拄啊是即个印刷术拄啊开始的时阵，所以有人就甲迄个伊本来写的是列丁语是到遮新修女看较有的尔，后来有人就甲伊翻译做德文，然后就印刷互所有的人，无论伫德国还是欧洲，真侪人拢会当看到即个论述，就是因为安尼开始，整个的天主教面对着即个遮大的一个危机的时阵，有用足侪方法想要甲伊拍灭。总是因为伊是一个学者因为伊的论述有真侪人共鸣，所以就开始安尼来做宗教改革所以即马伫即个威登堡大教堂的顶面迄个塔，遐佫有刻着罗德马丁所写的迄条诗歌，上帝是咱坚固要塞的歌词佫有刻伫迄搭遐然后因就创立基督教的罗德会罗德会的即个 logo 即个标识就是即个就是即个所以咱到即马看见，若是罗德会，因就有即个标志伫咱咱中间伫咱台湾的中间嘛有罗德会这是咱会当来了解所以威登堡大教堂的内面就是安尼足水的足水的即个当时威登堡大学创立的时阵，即间就是诚做大学的礼拜堂后来就为着纪念马丁路德，就诚做宗教改革的纪念教堂特别真特别就是，阮伫遐看的时阵，有发现路德马丁就种伫迄个所在就种伫即个礼拜堂的面对即马的讲台的正手边所以朴牧师居伫迄搭遐，迄个是就是无路德马丁的坟墓伫迄搭遐大家会当来甲伊纪念好，伫迄个坟墓的顶面有写讲即个埋葬者新合博士马丁路德的身躯这是伊伫主后1546年2月19日死伫伊的家乡爱斯莱本在世共63年2个月过10日。哇！我在读这个时阵会感觉讲，连日也爱算呢，对无？咱嘛讲几年到几年安尼尔对无毋过上帝所动用的人每一日拢有迄个价值对无？我有即个感动对。咱基督徒咱嘛爱亲像安尼在世每一日拢充满上帝的荣耀，阿们。每一日拢爱有美妙的价值所以路德马丁在世毋是用年算呢，是用日呢。哇！我在看着即个时阵会感觉心内有即个感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看到每一天，因为每一天拢有恩典，阿们。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境遇即礼拜，咱的兄弟姊妹有真侪人有一寡人拄着意外，甲昨佫有对无？佮昨佫有意外总是我相信上帝拢保守，上帝拢保守，因为每一天咱拢倚靠伊，恩典就够个用，阿们。感谢主好，对于安尼，牧师就继续甲咱来看路德马丁伊的一生，伫即个中间上界条的一件代志，就是1517年的10月31日，到目前咱拢甲伊称作10月31日，就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咱即摆11月17嘛，拄经过17天尔
所以咱就透过安尼来了解，当时路德马丁伊提出这95条的论述，到底内容是啥物？牧师大概甲大家分析一下，互咱知影。伊本来这就是一个学术的一个交流嘛，毋过因为当时的印刷出拄啊开始，所以就当传遍整个的欧洲迄个内容，但是大概伊是写安尼讲得到赦免唯一的路径是悔改啦，你若要得到赦免，唯一的路径是悔改，你就爱悔改，你就爱真心悔改，毋是用赎罪券赎罪券来会当买赎伫即个地狱伫即个阴间的这刑罚啦，伊讲因为这阴间的刑罚是上帝刑罚这毋信的人得罪的人，所以人无可能，也是教宗教皇无可能有权柄会当来，因为你买赎罪券就会当来得到这免除这刑罚啦。伊讲这是无可能，因为迄是上帝对人的背逆的一个刑罚伫阴间内面这是伊伫遐会真清楚的论述。为什么会有这个论述？就是当时天主教要去圣保罗大礼拜堂欠足侪钱，搁有一个户这叫做伊嘛负债累累，所以伊就想出这个方法，甲教宗来建议，教宗竟然讲同意啦，所以就用赎罪券。赎罪券即个是会当安怎讲？你无论犯啥物罪，包括你的亲人，你只要用钱来买，甲即个赎罪券甲收掉，安尼伊的罪就甲即个赎罪券相共，就会当安那免除去。所以即个咱即马听拢感觉足奇怪的，靠即个信用，毋过当时就是有即款的情形。所以马丁路德有讲，因为这赎罪券是在帮助互遐个卖人，发行的人得到利益啦，得到贪婪贪婪的心、爱钱的心，所以引起的是互大家真反对这个教宗伊这个行为所以对这咱就会当来看见第一条伊是安尼讲，当我主耶稣基督讲，恁应该着悔改的时阵，伊的意愿是望信徒拢会当尽力一生来伫悔改的内面，是咱要得到赦免，是悔改做第一，足简单嘛。你的囡仔若做毋对代志，伊甲你讲爸这小代志啦，我摕1000块互你好无？安尼就准准煞。绝对毋是安尼嘛，你去看，伊有悔改的心无？伊若有认错，咱会讲好，不要紧，后厝袂当去犯。这基本上就是安尼。伫咱的人生，伫咱的家庭的生活，甲朋友的中间，咱彼此拢会安尼。总是当时较会安尼，这就是因为有不法的想法伫遐得罪上帝第95条，伊讲只有经历逐样的苦难。毋是虚假的平安的担保毋是即个赎罪券只有经历逐种的苦难，才会当有把握进入到伫上帝国内面。总是咱看伊第95条的时阵，咱嘛感觉讲伊对即个炼狱即个概念佫存在，就是讲人爱受苦，爱禁欲，爱受苦，才会当得到救，后来总是后来佫无偌久了，伊佮继续研究圣经了，伊感觉讲这嘛毋对，因为咱得到救是安那，因为信就得到称义啊，毋是你做安怎，你做袂了啦。若要讲你用论做来讲是做袂了，所以咱对安尼就会当更加来提醒来了解所以咱感谢主，有这历史的物件，互咱来了解时阵，嘛要帮助咱上帝的圣手伫历史中继续。有伊美妙的作为，阿门。那安尼，咱看到历史安尼在做，上帝安怎在瞧的时阵，咱嘛知影，伫咱的生命的即个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内面，咱嘛相信上帝到担永远在掌管，阿门。哇，这是咱伫即个历史内面来思考看
事件的时阵，咱嘛会当好好来思考吼。咱看罗德讲，伊讲悔改是一世人的事哦，悔改是内心的行动，悔改是外在的可行吼。伊有关有讲到即个可行的部分吼，总是悔改，伊特别讲毋是忏悔告诫的一个仪式啊，悔改毋是一个模式，也是一个仪式，毋是。悔改嘛，毋是用钱来买赎罪券会当得到啊，所以对遮咱就来了解。所以求上帝帮助咱透过圣经嘛，要互咱来了解哦。圣经记载讲，耶稣在讲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吼？咱看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15节，遮有讲约翰落家了后，耶稣来到加利利。耶稣来到加利利哦，是足特别咯。加利利是安那？是外邦的所在哦，耶稣来到迄个外邦的所在，来到加利利，来伫遐宣讲上帝的福音。伊讲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恁着爱悔改信福音。伊讲恁着爱悔改，恁着爱悔改，着爱悔改的意思是信福音。亲像遮有一个应该做啥物，阁有一个顺序伫即个中间哦。足特别的所以悔改是啥物？是咱的心思意念有所改变、有所调整，这是悔改。那照顺序来讲，咱就爱悔改在先，相信在后。所以咱每一个若要真正做上帝所欢喜的，咱也是有做毋对的代志的时阵总是咱就爱悔改，认错。看见家己的不足的时阵，我相信上帝的医治上帝的赦免就伫迄个所在来产生所以若是安尼，悔改若是一个过程，那安尼咱就知影悔改就是一个善恶之争、正邪之战咯。这是伫咱的圣经内面来看见。所以今仔日牧师就透过论基督徒的自由这个内面，罗德马丁伊所提。属灵的人甲属血气的人，伊讲即两款人拢住伫咱的内面呐。即两款人是看起来亲像是矛盾的，总是却是逐日拢伫遐争战。善甲恶的争战，伫所在，伫什么所在？上简单就是伫人的内面，伫咱的心内面，伫咱的心内面，毋是伫咱的头壳是伫咱的心内面的。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咱要讲，咱要爱征战得胜爱对开始，对心开始啦。阿门。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来思考这个所以罗德伊就安尼讲，因为情欲甲圣神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对敌的，互恁袂当做所愿意要做的。总是恁若受到圣神的引带，就无伫律法的下面。这是保罗所讲的一件代志，这嘛是罗德马丁伊所应用来，互咱来了解。所以伊讲，一个人有两个性，属灵的还是属血气的。迄个属灵的，咱叫做属灵的人，嘛叫做内面的人，嘛会当称伊做灵人呐，属灵的人。若是迄个属血气的。咱嘛会当讲，迄个是外面的人、外体的人，咱嘛会当讲，伊是旧的人。所以伫圣经伫保罗的即个真理的劝勉中间，咱非常清楚有遮个代志。那安尼，罗德马丁伊就是透过遮个，要甲当时的人讲，要甲基督徒讲，即两款人伫咱的心内面，迄款的争战，就要求上帝帮助咱。咱无法度甲肉体完全拒绝，无法度，因为咱的活是伫即个肉体暂时的肉体一只来活，总是迄个内面的人会当赢过即个肉体的人、血气的人，这是伫圣经内面，互咱真清楚来体会了解。所以保罗就安尼讲，我感觉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做善的时阵，有迄个恶就甲我同在，因为照着我内面的意思，我欢喜上帝的律，总是我感觉伫机体中另外一个律，甲我的心中的律交战，甲我掠去，
互我符合迄个机体来犯罪的律的中间，伊讲我是真苦啊，我真是苦啊，是主会当救我脱离即个处死的身躯啊！保罗伊真清楚，虽然伊已经是亲目见过耶稣基督受拯救的人，总是伊真清楚心的即个战场，伊是逐日拢爱面对的。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敢帮助咱。虽然每一日咱拢爱经历这样的挑战，毋过保罗最后甲咱讲啥？伊宣告讲，感谢上帝，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就会当来脱离。安尼看来，我用内心来顺服上帝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哇！所以伫即搭遮，求上帝，互咱会当安尼好好来体会了解。虽然咱有当时想要做好，却是无法度来完成来期待迄个期待。毋过，上帝会帮助咱，互咱伫灵的内面，咱若愈注重真理，愈认捌真理，愈行出活出真理，就会当互咱会当赢过即个肉体的败坏。咱看伫咱的生活有真济的优势，总是咱会当靠着真理活伫光明中无？这是一个真关键的所在所以毋免灰心，咱伫基督内面，咱一定会当得胜的。阿门。虽然可能有的人即马还伫迄个征战的中间，毋知影讲到底我要哪会当较赢？总是你免灰心。你若有即款会觉悟、觉醒的时阵，就是圣神做工、动工伫你的心内面，在提醒你。所以你着牵调即个信仰，抓调耶稣基督。你就知影，你会当得胜的，因为咱的耶稣基督就是得胜的主。阿门。所以咱看情欲甲圣神三争，圣神甲情欲三争。保罗特别讲情欲甲圣神三争，有当时是情欲，迄个欲望无好的意念要赢过你，要甲迄个圣神的感动甲伊克服过，对无？有时是安那，迄个圣神要帮助你，要甲迄个无好的歹的念头，要甲赢过，有无？所以这是两个相安那相争摔跤的一个过程呢。所以咱要安那会当较赢过这，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圣经真清楚甲咱讲讲咱若顺服肉体来活，就要得到死。总是若靠圣神来治死身躯的恶行。就要活，因为既然互上帝的灵引出来，拢是上帝的囝儿。阿门。这甲咱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爱治死身躯的歹行为啊！这个歹行为，所以伊毋是讲，咱就爱靠圣神，甲你的肉体安那拍舔，甲拍死安尼毋是毋是你甲肉体拍死，就是自杀啦，毋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会当互咱真清楚，靠着圣神来治死身躯的恶行。所以咱是对迄个无合上帝的行为在执责啦，在执责这个无好的行为这个部分，这是咱所爱了解。所以圣经嘛甲咱讲，所以咱就爱治死伫咱地面上的肢体，就亲像淫乱、污秽、邪情、恶欲甲贪婪这拢是咱爱去面对，咱爱治死这无好的行为，爱甲伊处死，爱甲伊斩断，互咱成做基督徒的，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咱的目标。阿门。哇，愿上帝帮助咱所以有健康的身躯甲灵魂，咱才会当活出上帝创造咱的迄个样式甲形状啦。阿门。所以这个它叫做是一个矫正的人。阿门。所以你的矫正的人，毋是讲我的灵拢好，做活泼得我的肉体也实在伊这败坏，毋是。你就爱身躯灵魂拢是健康的，较是矫正的。阿门。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阵，就已经互咱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一个基督徒，咱不但毋是干那在意咱的外口的健康的状态尔，
咱搁较在意的是咱灵魂的信心活力，对无？啊嘛，毋是讲咱干那在意即个灵魂的信心活力，啊外口凊彩啦，吼啊，这会败坏身躯，就是罪恶的，罪恶所大的所在，毋是咯？身躯是圣洁的哦，因为是圣神大的所在呢。阿门。你的身躯是殿哦，是上帝的殿呢，唔好甲伊败坏伊哦，唔好甲伊看轻伊。咱该看轻的是啥物？咱遐无好的意念，咱所行出来遐无合上帝的，遐较是爱自私遐的、固执遐的、暂停遐的。阿门。安尼有清楚吼？哇，这个念头咱若清楚的时阵，就会当帮助咱哦。所以感谢主，耶稣要上天之前，为着咱祈祷，伊讲我无求你，迄个你是上天父哦，我无求天父你叫因离开世间，只求你保守因脱离迄个歹个，求你用真理互因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阿门。吼，阿门。即几礼拜牧师讲的拢较有神学的物件，袂要紧。我相信咱拢一定会当听有。因牧师一定会，互咱搁较清楚，伫即个意念内面，伫圣经的基础是啥物，才会来帮助咱，互咱的信搁较哪坚定。阿门。所以感谢主哦！你甲隔壁讲，愿你全人健康长生来。阿门。哦，我叫做长生啦，哈，愿你全人健康长生，阿门。来，对对，昌盛啦吼，我改做台语叫昌盛吼，啊无叫兴盛，安尼敢听有？吼，兴旺嘛会使啦吼，是啊，愿上帝帮助咱。最后我要讲一个真特别的哦，吼，咱。罗德马丁，咱知影伊是神学博士，伊是神学家，总是伊伫一生内面，伊嘛有写30几条的歌哦，吼所以咱嘛称伊做是一个作曲家，吼特别的，我发现罗德马丁伊甲我有共一个小共的兴趣，吼，这是我去到伫遐咧参观遐博物馆啊，是罗德马丁伊所徛去过，是伊去的修道院，我拢有发现一个代志。吼来，你甲我调整一下吼。OK， 好来，吼，这是罗德马丁伫伊的厝带伊的囡仔太太伫吟诗学乐，后壁迄是伊的好朋友吼，甲伊伫宗教改革足帮助伊的吼，伊弹什么？这是什么琴？你敢知？琵琶是中国的，这叫做鲁特琴啦，吼，这叫做鲁特琴，真特别咯。这个鲁特琴呐，我牧师去甲了解，哦，原来鲁特琴你看，这是我伫伊的修道院遐看到的有，另外这是瓦特堡，瓦特堡就是伊去人教会要甲掠的时阵，人甲伊送去遐，甲保护起来吼。这叫做鲁特琴。鲁特琴后来就是曼陀林的一个前身，嘛是吉他的一个前身啦。吼，曼陀林咱敢知影？嘛是一个较古典的用，嘛是用弹吼，用弹的一个琴吼。所以我感觉讲，安尼我看罗德马丁嘛相共呢吼，对无？共兴趣的一个乐器吼。所以我感觉真欢喜啦吼。嘛，互咱知影，伊随时拢会带着伊的琴，无论去到伫倒落，伊拢会用这琴来帮助人，甚至有人生意啦，还是讲有入厝啦，嘛会邀请伊，伊会带琴去哦，带大家敬拜赞美安尼吼，像牧师今摆咧带大家敬拜赞美安尼，罗德马丁嘛是安尼哦，真特别吼，伊对即个教会的音乐。伊真重视，伊安尼讲哦，讲仅次于上帝的话语，尊贵的音乐艺术是这世界伟大的珍宝。吼，那是上帝话语第一，第二个就是上帝所予咱的音乐这是世界的珍宝。伊讲迄个音乐的影响力是真大的哦。
伊讲啊，每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拢袂当恬恬无要出声哦。反正就爱安那欢喜，佮乐意，或是唱歌，或是传道理，传讲福音，叫人其他人会当听见哦。伊讲任何无愿意唱歌，还是要讲福音的人啊，表示讲伊根本无相信福音呢。伊讲话有对无？足对嘞哦。伊讲你真个基督徒，你无要唱歌，你无要讲耶稣的故事，无要传福音，你到底是信真诶信假？伊讲啊，你若毋敢唱歌，无愿意唱歌，无愿意讲福音、传福音，安尼伊怀疑你对福音到底是有相信啊无？真特别咯。佫一句嘛真特别咯。伊讲讲少年人若想要做牧师传道啊，就爱伫有好诶音乐诶装备，若无伊无要甲伊安利诶。伊足坚持诶对无？安尼咱就当看着讲，落地马丁，上帝互伊即款诶个性真直，咱讲直肠啊对无？可能伊想着啥就讲啥，嘛是透过安尼，互伊会当徛伫在对信仰基督诶信仰会当更较来了解。哇！我感谢上帝互咱会当透过即段会当来体会了解吼。后礼拜牧师要继续要行别个路站，要继续甲咱来分享。我相信遮个对牧师来讲，我个重新会当较去了解我所行过，佮去研究马丁路德的一生，对伊对圣经的解说，甲即马咱对圣经的了解，嘛有即种的对比，互咱伫信的内面知影讲，咱所信的，毋是到现在咱就满足，咱会当继续努力来行，这是真重要的。阿门。所以，圣经咱甲咱讲咱着爱万民啦，恁着拢着爱拍掌，拍扑啊，用大声得胜的声音来上帝来喊话呢。所以开喙来学乐，这是帮助咱哦。咱基督徒开喙学乐，也是常常听诗歌音乐，就是要甲迄个要困去的灵，会当甲叫醒起来，互咱的灵是活泼的，互咱的灵的判断力较赢过咱的肉体的需要。这是帮助咱伫信仰内面会当更较那对接即个信仰，帮助咱的生活，真做完全属于耶稣基督的。阿门。所以兄弟姊妹，你厝里呐，你一定爱随时就爱甲教会音乐放会当听，咱就全家拢会当听，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哦。互咱的家庭有即个福音的气氛，帮助咱的全家庭拢会当享受上帝的听。阿门。所以感谢主好，咱做伙来讲咱用大声的声音上帝来喊话来。咱用大声的声音来上帝喊话，阿门，阿门。好，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今仔有所领受咱是一个完全的人，伫灵魂体拢是健康的，较是重要的好，来，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诗篇47篇第1节。来，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诗篇47篇第1节，过来，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诗篇74篇，搁一届来，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诗篇47篇第1节。阿门，是咱过去的翻译叫做大手就其实就是拍扑的意思啦可能即摆的翻译就会更较完全所以拄仔牧师咧想讲，应该即摆翻译会当更较含现代的语言较共无论安怎，上帝帮助咱会当去体会好，这时阵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回应上帝的话语。心合意，最声敬拜。
受基督十架的爱，阮上甲阮信心加添，感谢圣神是个同在，我愿意奉献家己，荣耀你真心真意，我真爱传扬予伊，见证你，阮等无你，同心合意，齐声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阮上甲阮信心的天，感谢圣神是个同在，我愿意奉献家己，荣耀你真心真意，我真爱传扬予伊，见证你，阮得无你，荣耀归于上帝，功劳拢予你，喜乐留予家己，福彩真正水，荣耀归于上帝，功劳拢予你，喜乐留予家己，福彩真正水，我愿意奉献家己，荣耀你真心真意，我真爱传扬予伊，见证你，阮得无你，我真爱传扬予伊，见证你，阮得无你。主，阮感谢你，会早起阮伫遮敬拜，阮相信你欢喜，因为阮开声学了你，阮用阮的心交托伫你的手中，通互你明白，互你明白，阮的心思意念拢归伫你。求你帮助，互阮伫生活内面充满你的同在，你的话语时刻帮助阮，互阮常常吟诗学乐，也常常听你的声音，通互阮伫生活内面会当更加分别做成，通互你欢喜。所以，阮这时要为着阮所有徛伫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来祈祷，愿你的光照伫因每一个家庭，愿因的家每一个拢有耶稣基督的保护做洁净的工作，伫因的家庭内面有基督的疼，充充足足。耶稣基督圣手扶持伫每一个家庭的分子，做医治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补足的工作。互阮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经历的是上帝丰富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满满的疼，是圣神的同在，甲因带活出活入，拢有上帝的恩教育用。感谢你，阮心所求所想的你知，愿你成就阮伫你面前谦卑的祈祷。安尼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平安，今天我奉献的经文记在《生命记》16章17节：
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我刚进来永光教会的时候，潘牧师就问我们可以参加圣歌队诗班吗？当然我们很欣然的答应他了。然后经过第3个礼拜的时候呢，有一位牧师就过来找我，他说：“姐妹，你愿意帮忙教会做清洁厕所的打扫吗？”我愣了一下，我说：“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做过清洁工作，我担心会做不好，然后就再想想呢，这么多永光教会，怎么一个新来的人就被他叫住说清洁教会？那是后来施老师就说，那时候是一位施老师长老，就是甜甜的妈妈，他就说，因为教会的工作都是他们长老在做，在轮流做这个清洁的工作，我想一想，好吧，那就我就没有再多想了，我就说好，那我就跟着他们做1个礼拜这样子，每个礼拜再轮流做清洁工作。后来之后呢，我跟我弟兄就想一想，就去，后来就去参加那个2度职业训练的职训班，然后持续一直到现在，神一直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带领我们，他当我们的老板，让我们一直持续有工作，所以我后来回头去想，原来当我顺服在教会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原来是一个是祝福的一个为我们预备2度工作的就业，所以我们也领受到了，也经历了这样顺服就是蒙福的恩典，也因此在我们的奉献上也为我们预备了约定奉献，荣耀归上帝，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甲信心的行动。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我
这交一个消息报告，请牧师。或者，咱即时咱来关心咱的教会即礼拜的事工，来咱来看。咱过来即礼拜的导读是主题是分享。咱即马已经进入到11月，连边就到今年的年底，所以咱有写即个导读的经文，咱导读的即个经文，若还未写的吼，也是有落去的。咱会紧来家己补起来，因为咱到12月底，咱要甲咱一年来咱亲手所写的圣经节，咱要甲伊订做一本，吼，要摕去互人来甲咱制作，成做一本。这就是你亲手所写的圣经，是足有意义的。所以即马到11月若还未补起来，要紧赶哦吼，这得写真紧。好，所以牧师过来甲咱提醒，来。即礼拜咱的导读的经文是分享，咱做伙来读来。分享是基督徒中间共享甲公用的精神，是实践合一的行动甲见证。所以咱常常人甲人爱分享，所以咱迄个圣经抄起来了后，嘛是分享；祈祷嘛是分享；学乐嘛是分享。好，见证嘛是分享，所以这是上帝互咱基督徒一个足好的本质吼。好，过来，咱的感恩带来用心。伫咱的周报内面吼，来，咱甲即张摕出来，来，即张摕互牧师看来。你的周报内面有页即张无？好，来，咱即张即张是感恩节的奉献地。咱感谢主，互咱伫今年是第几年？2024年，哇！搁5月，一年就要过啊。所以咱今年对1月初1，然后咱行到即马，上帝拢保守咱。虽然伫即个年中间，加减有去拄着感冒啦吼，无着腰去钻着啦，无着骹疼吼，这大细的代志。但是咱阁会当转来到伫教会，阁会当甲咱厝里的人互相做伙食饭，哇，阁会当互相请安，这拢是上帝互咱平安的恩典。阿们吗？咱的姊妹伊身躯无好势因为你甲看哦，因为被一只蠓伫迄厝顶，毋是厝顶，天花板、天棚，一只蠓伫迄天棚。咱的姊妹举迄个电蚊拍，电蚊拍要甲迄蠓甲伊电落来。咱若看着蠓厝里看着蠓，咱拢足气的对无？若是我嘛会，迄蠓就伫迄天棚，然后举迄电蚊拍要甲伊电袂着，所以就爬去椅仔顶悬，椅仔举咧就甲徛喺椅仔顶悬，然后蠓会飞无？蠓飞去，所以伊要佮甲伊电者时，一个重心全无稳，所以规个人全摔落去，去弄着啥物？弄着因的龟仔的角，弄着会疼无？足疼，紧去隔壁复健科遐煮一支射，哇，煮一支射就感觉较好啊。安尼经过1天、2天、3天、4天，经过差不多6天了，哇，那喘气喘袂过，喘袂过，去病院一检查，讲哎呀，你长3支变仔骨呢？哇！结果送去甲病院讲当害咯，这着爱等有病房才会当手术的。尾医生甲伊讲，哇，你这袂当等病房，紧来手术，因为迄个变仔骨长去，所以迄个细胞内面全拢火啦，所以都袂喘气。感谢主，因为兄弟姊妹祈祷，所以迄个医生足积极的，讲来毋免等病房，紧来开刀较要紧。结果开落去了后，哇，伊的变仔骨全拢倒塌吼，所以爱甲伊接起来，内面顶29支的钉啊，
哇！迄个血，迄个细胞血，紧互伊放出来，应该互伊流出来。即嘛喘气拢真好势，感谢主，阿门。所以虽然伫生活内面有拄着困难，拄着真恶担当的事，总是上帝保守咱平安，阿门。所以即嘛甲牧师提醒，不要为了一只蚊子拼了命。好，咱嘛互相提醒哦。你伫咱厝里吼，若有蚊啊，不要紧，互伊过去就好，唔好为着要拍一只蚊啊，比咱规拢赔上了吼。啊，这嘛是咧甲咱兄弟姊妹提醒哦，吼，所以咱得爱互相来提醒啊，然后来鼓励讲大家伫身躯顶悬拢爱常常求咱的上帝保守咱平安。所以咱伫后礼拜真紧就到感恩节，哇！感恩节是咱伫一年内面，咱要甲上帝讲，主啊，我多谢你赏赐我平安，多谢你，互我的囝儿，互我的家庭，互我的工作，拢会当得到平安。为着平安来上帝来感恩，阿们吗？毋管你的囝儿是谁厝里人，伫国外、国内，伫单位中南部，咱拢为着这一切平安，为着咱国家的平安，为着世界也个平安，来上帝来感谢。所以咱伫后礼拜咱是感恩节，所以咱要将咱伫一年内面你对上帝献上的迄个上大的感恩，甲伊放伫即个感恩的奉献地内面。然后礼拜咱甲钱，甲咱的现金落伫即个内面，然后咱要行到伫台前，表达咱对上帝上大的感恩甲敬意。所以咱后礼拜是感恩节吼，咱同心用感恩的奉献来上帝来献上感恩。好，过来，好，过来鹿角蕨，哇，来，咱今仔日就有鹿角蕨，咱来看卖者吼。咱过来，咱为着要传福音互真侪人会当透过咱的教会来到上面，会当有迄个圣诞的迄个手作吼。所以咱伫即年即届的圣诞节，咱所要推动的就是鹿角蕨吼。好，这就是鹿角蕨啊，厝里有种的举手，厝里有种的，吼。咱即届咧，咱即马有报名500个人，咱要来做这，即个吼是咱的讲师伊种的，迄阵佫足细，伊种了后，牧师饲，饲几个月，即马变安尼，差不多3个月吼，3、4个月，安尼遐大，所以讲这是伊的面啊，这是伊的小宝宝，这是伊的手，好，这老师会甲咱解说。咱12月咱就是要来做这，咱上联牧区嘛有做哦，吼，这足好饲的，足疗愈的吼，咱所以，咱的这茶佫有印咱的永光教的 logo，所以即马吼，咱拢已经报名对无？差不多伫2个月前，南部迄个农夫吼，甲咱种咱的小宝宝啦。即马拢恁的小宝宝拢即马拢起来伫教会遮咧饲哦，吼。所以咱着爱甲伊种起来伫顶悬，吼，伫迄个茶的顶悬安尼，甲伊包伫即个内面，吼。所以足好耍诶，即马这物件拢已经来到伫教会，所以咱有500个兄弟姊妹。所以你的朋友若是已经你替伊报名，会记即家己带来，吼，家己的宝宝，家己爱饲，家己爱种哦，吼。好，所以今仔日下晡是咱的同工总召主持人甲组长，恁爱先下晡会晓先学，会晓先种，吼，要安怎拔线，要安怎用即个水草，下晡爱来体验。到伫12月人来的时阵，咱爱甲因斗3工，安尼。所以下晡这遮的同工，吼，你这遮负责同工，下晡一定爱到，一定爱到，吼。好，多谢咱2个鹿角蕨的小姐。好，过来就是咱伫12月初7，咱的全教会事工的协调会，所以咱的同工这遮的现任的长执以及新任的这同工首长，拢总爱来参加。而且一个真重要，就是11月24，后礼拜进行，咱一定爱交明年度的事工的计划，包括你的预算。安尼，咱伫12月，咱才会当讨论。所以上班的时间就是拜六过来的拜六以前爱来交，
时间计划，互咱的慧华干事。好，过来。咱永光教会即届的圣诞节，咱的主题叫做“光和爱，圣诞飞起来”。上帝互咱透过咱的圣诞节，去邀请侪兄弟姊妹。所以伫后壁的迄个招待桌，有咱所制作的即个圣诞的邀请卡，有咱的系列的即个活动。过来，伊的背面就是圣诞节的祝福卡。所以你会当写一句话，得非常乐，上帝赏赐你年年喜乐、健康平安。然后一张就送互伊。有即个意义无？真有意义吼！所以咱会当伫后壁，会当来自由来摕，吼！咱善用即个圣诞祝福卡，吼！好，这是咱的幸福，咱的幸福小组每一礼拜大家拢有新的朋友入来，吼！所以充满着迄个喜乐，有新的朋友入来，咱就看见新的灵魂要来得救，吼！所以这是咱的桌游每一个东港铁三角副长拢非常的用心，实在是上帝的好萝卜。好，过来。咱伫顶礼拜，咱的成长班有12名来结业这个成长班对伫也未信来到要信，阁有别间教会对英歌啦对伫目沙遐哇，真济别个教会，因嘛来到伫咱的教会遮来上这课，拢非常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课所以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是真有福气的你若还未上过，你会当来报名来上。好，过来。好，下面。好，过来是12月初1，咱的教会圣礼典有洗礼，所以若是还未洗礼的 best， 咱的同工来邀请因来洗礼，成做耶稣基督的囝儿。好，阁有就是即个圣诞的欢乐城，圣诞嘉年华11月30是伫4号公园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阁会当来担任即个服侍的同工。这是伫中永和国教会联合毋是咱永光教会哪点，是国教会联合的，所以咱会当来来报名来参加，然后互伊搁较热烈的，互遮个迷信的人看到咱的迄个823公园遐有唱歌跳舞，搁伫遐有为着人祈祷，所以安尼来吸引人来，所以咱永光教会兄弟姊妹伫咱隔壁遮尔所以咱拢来参与。11月24有一个训练会，所以嘛邀请咱来报名，成做即个服侍同工。好，好，过来就是牧师过来即礼拜我爱到伫新竹去伫即个北大女宣道会，牧师有演讲另外就是咱的新学生阿伦阿娜，今仔日受新学院甲因差派去到伫台中北屯甲中心的教会伫遐来为着新学院请安讲道报告所以因即马人伫台中上帝嘛保守因。好，过来。好咱的小卫星要照应咱的场地。好，下来。好有一个消息这就是咱足早咱的教会上起初咱的起座时有一位姓唐进浩长老可能咱拢毋捌唐进浩长老伊伫11月12安息主怀，伫11月26要伫普新教会新竹的普新教会伫遐个别举行个别礼拜所以牧师会去参加咱继续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好，为着咱的方案长老娘阁家亲以及教会伫因的健康的顶悬，求上帝来帮赞。好，这个是咱要互相来请安，请咱起立，请咱起立。大福气，你出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感谢心来充满你，光光大力烈大福气，将你的福气来分享互人，分享分享出去。你的灵更着你，你的充满你，满了龙福气，处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咱的目睭来看伊。
心感谢你，你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你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咱犹原徛伫，咱请周牧师来为着咱祝祷。但愿上帝以的圣手扶持恁的脚步，耶稣基督的救恩包围你，也愿圣神引带恁，互恁明白真理，活出真理，互恁伫生活中间透过起条伫伊，活出伊所欢喜的生活。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平安。咱台语场的礼拜到这结束，等一个45分是华语场的礼拜，大家请坐，上帝祝福咱。